中文學術寫作第3講中譯本嘅問題。做學術研究最重要嘅就係兼收並蓄。同學寫中文論文嘅時候，要用到英文、日文嘅論著同埋資料係好常見嘅。而家嘅英文論著包括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世界史、社會科學、政治學、經濟學同埋科普類已經有好多翻譯咗做中文。而用英文寫成嘅中國研究論著，翻譯過嚟嘅數量都越嚟越多。當中好嘅譯本固然之係有，但係唔好嘅都有唔少。中文譯文出現問題已經係屢見不鮮。而同學常見嘅問題有4個。第一，淨係睇中譯本而唔睇原著，引用嘅時候又淨係引用中譯本，而同學一定要核對翻英文嘅原著。如果淨係根據中文譯文去寫，就有好大機會出錯。如果中文譯文有任何嘅錯譯、漏譯、誤植，而同學據此立論，就會白費功夫。第二，如果引用嘅英文原著係冇中譯本，咁就要唯有自己翻譯。第三，如果用中譯本嘅譯文，一定要註明譯文係嚟自中譯本，同埋最好就俾埋英文嘅原文。第四，如果發現中文譯文係有問題，但係問題唔係好大，可以自己修正翻。不過一定要喺注釋度說明。雖然中文譯本可能有唔少嘅問題，但係同學千祈唔好誤會中文譯本係唔睇得嘅。我哋只係想強調翻，同學唔可以淨係睇中文譯本，特別係喺引用嘅時候，一定要睇翻原著，確認翻原作者嘅意思。如果淨係睇中文譯本而唔睇原著，係冇辦法了解到原書嘅意思嘅。汪榮祖話過，我哋喺欣賞海外中國史研究嘅同時，唔應該一廂情願，認為海外嘅研究就比較高明，甚至唔分好壞，咩翻譯都照單全收。而更值得我哋注意嘅係，出問題嘅唔單止係三流出版社出版嘅無名小卒嘅作品，而著名出版社出版嘅知名學者嘅作品都有問題。而文中都列舉出6大問題，包括離譜嘅誤讀、嚴重嘅曲解、荒唐嘅扭曲、唔自覺嘅概念偏差、顛倒黑白嘅傳記，同埋居心叵測嘅翻案。而文中仲有好多具體嘅例子，不過我哋呢度就唔逐個講啦。有興趣嘅同學可以去翻原文度睇翻。文史哲嘅中文譯文固然之問題多多，但係社會科學都面對緊同樣嘅情況。嚴克文就指出，佢最近同浙江大學一個讀書研討班一齊讀韋伯嘅社會科學方法論。為咗提高效率，佢哋一開始就用咗韓水發嘅譯本同埋李秋寧嘅譯本。李秋寧嘅譯本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喺1999年出版嘅，而韓水發嘅譯本係2008年中央編輯出版社出版嘅，而2013年商務印書館又出多咗一次。結果佢哋睇唔夠2頁就睇唔明，佢就覺得呢個係譯本嘅問題，所以就去睇翻德國嘅原著。點知就發現咗呢2個譯本入邊，至少有1/3嘅內容都係亂噏嘅。Religious experience 點解會譯咗做神秘體驗呢？我哋可以睇到喺內圍宋代嘅婚姻同婦女生活入邊，譯者唔知道英文作者嘅中文名，就亂咁填咗上去。清 Julia 係秦嘉怡，但係就寫咗做清。朱榮貴係朱榮貴，但係淨係寫咗做朱。英文古代文史研究嘅書引用嘅古文都已經翻譯咗做英文，如果想睇翻原文嘅話，咁就要花好大嘅力氣。但係中譯本已經做翻復原原文嘅功夫，甚至對原著都有所修正。喺胡若飛、謝宇榮合譯譚凱《中國中古門閥大族嘅消亡》入邊，喺譯後記就列出咗4點嘅翻譯原則，而其中3點就係：第一，為咗確保準確性，譯者會重新核對晒所有嘅史料。如果同原文有出入嘅話，就會視乎翻程度，用翻譯者注去標明，或者直接去修改。第二，原著為咗慳位，腳注就用咗簡稱，標示翻前人嘅研究，但係譯本就還原翻全名，等讀者更加容易去查閱。第三，喺參考文獻入邊，如果本書已經有中譯本，都會用翻譯者注去標明，就會方便翻讀者去參考。所以我哋可以睇到胡若飛同埋謝宇榮2位譯者係由讀者嘅閱讀方面角度去處理翻原文嘅。我哋啱啱提到英文論著喺引用古文嘅時候會翻譯咗做英文，而
而中文譯本翻譯翻做中文嘅時候，又會復原翻做原文。但係咁樣就會掩蓋咗作者係點樣去理解史料。而事實上，有唔少嘅漢學家會發生錯譯古文嘅情況。咁跟住落嚟，我哋就睇翻個例子啦。左邊顯示嘅係伊佩霞嘅內圍宋代嘅婚姻同婦女生活，呢段引文就引用咗紅色嘅第五子分書。暫且不論佢嘅標點錯到離晒譜，佢仲要連引文嘅意思都理解錯咗。喺伊佩霞《The Inner Quarters: Marriage and the Life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ong Period》其中就引用咗紅色第五子分書入邊，佢最後一句英文譯咗做 In the beginning, I was not competing to be extravagant, but the 3 stars of good fortune, official salary, and long life are at our house. Soon we will announce the date. 原文係占三星之在戶，行且告期。三星在戶係出自《詩經·唐風·籌謀》入邊嘅典故。譯者轉翻做原文之後，反而見唔到伊佩霞將佢錯誤理解成為福祿壽三星之文。所以中文譯本根本就唔可以盡信。同學喺引用嘅時候，記得一定要核對翻英文原文，咁先可以避免出錯。